該晒咁多位評判、各位來賓、各位同學午安，歡迎大家出席2024-25年度大專辯論賽。今日比賽嘅辯題係港府應開徵陸路離境稅，對賽隊伍為正科香港城市大學，反科香港中文大學。首先為大家介紹今日嘅評判，佢哋分別係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教授羅厚輝先生，香港理工大學中國語文教學中心導師蔡玉玲女士，香港都會大學教育及語文學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好多謝3位評判喺百忙之中撥冗出席並擔任是次比賽嘅評判。接着為大家介紹今日嘅辯論員，正方為香港城市大學。主辯彭宇興同學，一副賴欣同學，二副吳天欣同學，結辯吳永婷同學，反科香港中文大學主辯許可同學，一副梁天敏同學，二副劉本熙同學，結辯楊超宇同學。接着會宣讀賽規。比賽進行時，嚴禁台上辯論員與台下隊員以文字、圖片或語言進行任何形式嘅溝通，違者可以被取消參賽資格。一切發言均以粵語進行，為人名、書名可以使用外語。如比賽雙方或評判提出認為台上辯員使用外語，主席須詢問評判問題是否違規。若多數評判認為違規，3位評判各自決定扣最少1分，最多5分。任何台上或台下發言不得作人身攻擊或誹謗。各辯論員發言時間完結前1分鐘，計時員將鳴鐘1次，以示發言時間即將結束。喺發言時間終止前，計時員將連續按鐘2下，示意辯論員將盡快終結其發言。喺發言時間終止前15秒過後，計時員會連續按鐘數下，而該名辯論員將會被扣分。扣分制度如下：15秒過後，每過5秒，在每一位評判給予嘅分子上面扣5分，以此類推，不足5秒亦當5秒計算。各辯論員於計時員鳴鐘之後先可以開始發言。請問雙方對於賽規有冇疑問？如果冇嘅話，而家係試麥環節，試麥將按照出場次序。首先有請正方主辯。試咪。主席、評判、友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我謹代表香港城市大學中文辯論隊，感謝3位評判喺百忙之中撥冗出席參加此節嘅比賽，為我哋擔任評分工作並給予寶貴嘅意見。其次，我方亦都要感謝香港中文大學粵語辯論隊嘅各位，連日嚟辛苦準備辯題，同我哋切磋辯技。最後，我方亦都要感謝大會提供一個咁舒適嘅場地俾我哋安心作賽。咁話說咧，時間過得好快，而家已經係學期中啦。咁相信大家咧要兼顧學業同埋辯論，同埋可能有其他課活動咧，都
犧牲咗好多休息同埋玩樂嘅時間嘅。咁我就希望咧，大家一陣無論係來自邊間院校啦，台上定係台下啦，都可以充分到發揮準備過嘅嘢。咁就希望為大家帶來一場精彩嘅比賽。感謝各位。現在有請范方主編。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我謹代表我方香港中文大學粵語辯論隊，感謝3位評判喺百忙之中撥冗出席並擔任是次嘅評分工作，亦都好多謝有方香港城市大學喺車入邊咧同我哋一齊咁努力準備呢場比賽，同埋都好多謝香港浸會大學提供咗一個咁舒適同埋咁靚嘅場地供雙方作賽。其實咧而家都2點半啦，唔知大家食咗嘢未咧？啱啱又食咗啲咩咧？我最近咧就睇咗一本由哲學家 Peter Singer 所寫嘅 Practical Ethics， 咁佢就講到啦，就係其實我哋應該平等地對待動物，因為咧其實佢同人類一樣，佢都有感受到痛苦同埋快樂嘅能力。咁呢度咧唔係想怪責大家做咩唔食素啊，做咩要食肉啊，而係我都想大家反思一下，即係一啲平時我哋習以為常，可能一直都做開嘅行為，究竟背後嘅理由係啲乜嘢咧？所以想喺度咧都藉呢個機會鼓勵大家多啲思考，多啲諗背後嘅理由。多謝各位。現在有請正方一副。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咁呢幾日香港嘅天氣咧真係忽冷忽熱。咁咧前幾日咧就有呢個回南天啦。咁當時咧身體都覺得唔係好舒服喎，濕氣有啲重。咁前幾日咧，哇好彩，終於開始升溫啦。咁我就諗住咧將啲冬季嘅衫打包送入衣櫃啦。然之後咧着翻我嘅短衫短袖，開冷氣就準備迎接我嘅陽光與海灘啦。咁但係好可惜咧，當日開冷氣嘅除咗我間房之外咧，仲有香港嘅天氣。咁可以見到呢2日咧真係凍咗好多，即刻攞翻件毛毛褸出嚟着翻啦。咁所以喺度咧，希望大家都可以知道天冷加衣，但同樣地咧，天氣我哋人類係左右唔到嘅，可以做到咧，可能就係開少啲冷氣，唔好即係對環境要環保少少之餘咧，我仲揾咗一個方法，究竟點樣可以令我人保持暖咧？原來就係打辯論，因為打辯論真係個人會興好多嘅，所以咧多謝各位。現在有請范方一副。試咪，在座各位大家好，好開心聽到有開一個咁熱血嘅分享。原來打辯論咧會令大家覺得好興，相信呢一個熱血咧都係唔少辯論員，甚至今日山長水遠，特登喺一個星期日晏晝嚟睇比賽嘅評判咧，都真係對辯論有一份嘅熱誠，有一份熱血喺後面。咁但係咧呢一份熱血喺我屋企咧就變咗一件幾異常嘅事，因為我屋企人咧唔太喜歡講嘢，都係比較沉默嘅人，所以對於我由中學開始打辯論咧，佢哋都會覺得點解會咁樣㗎？甚至有時咧閒談之間咧會搞下笑，問我你係咪基因突變㗎？咩係基因突變咧？我嗰陣時唔知，咁我就問我屋企人，佢哋就話你就當基因係人體嘅說明書啦咁樣。咁我當時就心諗，哇，人體嘅說明書變咗，咁啊好大件事。直至到我到大學修讀翻相關嘅科目啦，跟住之後咧就聽到教授講咗一個幾特別嘅數字，原來喺每50個人裡面咧就有一個佢會出現基因突變，而且呢一個突變咧係暫時科學上未有任何記錄嘅，即係一個嶄新全新嘅突變。屈指一算，呢一度可能都已經有一個帶住呢個全新變異嘅觀眾喺度。咁點解我哋喺社會上好似唔覺有咁多呢一啲基因突變嘅人呢？原來係因為呢一個説明書咧有一個一定嘅容錯空間。你串錯咗一隻字，英式變咗美式，係嘅唔同咗，但係仲睇得明。串錯咗2隻字，憑常理推斷咧，可能都仲運作得到，仲睇得明。人體嘅基因咧，其實都係咁樣運作，有好多唔同嘅容錯嘅機制，所以唔係一有突變就係啲好大嘅問題。我哋都唔應該下下將呢啲嘅異常標籤咗出嚟。咁最後希望每一個無論你係唔係基因突變都好，都可以繼續珍惜住呢一份對辯論嘅熱誠，為大家今日咧上演一場精彩嘅比賽。多謝大家。現在有請正方二副。
試咪，在座各位大家好。頭先聽完友方主辯講關於食嘢嘅問題咧，其實除咗打辯論，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嘢。不過食嘢之外咧，我又有另一個興趣就係拍片。其實拍片嘅最大目的咧，都係希望大家可以睇得開心，覺得精彩。諗下，其實同辯論都好相似嘅，因為其實辯論都係啦，我哋台上8位辯員去準備辯題，用唔同嘅角度、唔同嘅聲音，就係想話俾大家知呢場比賽入面我哋點樣睇呢個香港，同時都希望大家可以覺得精彩、覺得好睇。咁所以啦，咁啱今日賽會咧都係錄緊呢嘅比賽片段啦。咁我就希望大家之後唔知係咩原因都好啦，可能你係想打辯論，但暫時未有機會接觸；可能你係中學生，你嘅大學教練播呢條片，亦都可能其實咧你係準備緊你條辯題，想抽離下睇下嘅比賽啦，我哋咁都好啦。都希望大家咩原因之後睇翻呢條片都會覺得精彩、覺得開心、覺得有意義，多多支持我哋大專辯論員。多謝各位。現在有請范方義父。試咪，評判主席在座各位大家好啦。咁友方義父就講到拍片，咁我都諗起咧，我中學嘅時候咧都有睇辯論影片嘅習慣。咁當時我仲好記得嘅係2017年，咁我就去嘗試睇大專辯論賽啦。咁當時咧恰巧地都係城大對中大，咁恰巧地咧大家城大係正方，中大係反方。咁原來屈指一算咧，中大對城大呢個對戰組合其實都好似都已經經常地出現喺大專辯論賽上面，即係由我中學嘅時代到而家咧都一直發生緊。咁所以中大同城大嘅關係咧，可以話既係競爭對手，但同時間都係我哋學習嘅對象。我哋都喺城大身上咧學咗好多唔同嘅辯論技巧啦，或者內容結構上面嘅東西。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咧，我都好慨嘆啊，就係因為都已經過咗1年啦，對佢比起上一年大專辯論賽，上一年咧中大就飲恨咁樣止步於4強上面。咁過去呢段時間咧，我哋都好努力咁樣裝備自己。咁所以相信3位評判喺呢幾個月嚟啦、年月嚟都應該收到各間院校嘅邀請，不論係友誼賽嘅評判啦，還是其他公開比賽嘅評判都好，咁都一定收到好多邀請啦。咁所以喺度好想衷心咁多謝3位評判，同埋其他都有支持大專辯解嘅評判。更加重要嘅係在場咁多位觀眾，因為辯論不能夠只有辯論，一定要有辯論員，要有辯論評判，要有辯論觀眾，辯論先至會變得有意義。所以喺度咧，好想引用一句我當時帶我入嚟辯論嘅一個教練講嘅一句説話嚟總結我嘅試咪，不論前程空吉，但求落幕無悔。多謝大家。按照發言次序，而家先請范方結辯。試咪，3位評判現場咁多位觀眾大家好。頭先友方義父咧就話會用唔同嘅方式角度去記錄香港，而近日咧喺香港都發生咗一件令我頗有感觸嘅事，就係喺準備比賽嘅過程期間咧，新光戲院結業啦。我自己自問唔係一個對粵劇好有興趣嘅人嚟嘅，咁但係都有幸咧跟隨我方2位咧對粵劇好有興趣嘅朋友去新光戲院睇過2場戲。咁原來新光戲院已經唔再新啦，新光戲院霓虹燈上面嘅光咧都暗淡落嚟啦。有方想用拍片去記錄低香港，而咁啱喺嗰一日結業嘅嗰一日咧，一位都有嚟到現場去睇比賽嘅朋友咧，用咗佢部相機去影低咗新光戲院咧最後一日。而我都好同意，有好多身邊咧理所當然嘅事物係會無聲無息之間消失，所以好希望在座各位咧可以珍惜身邊嘅理所當然，珍惜身邊嘅香港。而最後咧嚟到呢個大專辯論嘅賽場上面，有一位嘅仁兄係特別想多謝嘅，就係我中學嘅教練啦。咁因為咧冇你，咁我今日咧就應該唔會企喺大專辯界嗰度。絕對唔係因為佢話，如果我而家唔多謝佢，佢就唔會再嚟睇我比賽嚇。咁最後咧都希望雙方可以咧竭盡所能去呈現一場最精彩嘅比賽俾大家。多謝各位。現在有請正方結辯。試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咁話說咧，最近呢個學期我就申請咗宿舍啦。咁但係每個禮拜咧我都要翻屋企嘅。咁但係最近呢2個禮拜因為忙於準備辯賽，咁就冇時間。咁於是乎咧，我3餐唯有以外賣為生，唔係譚仔咧就係麥當勞。雖然我都知道咁樣好唔健康，所以每次食外賣嘅時候咧，都會特別掛住屋企嘅味道。咁如果大家得閒嘅話，可以多啲翻屋企陪下屋企人，得閒飲翻碗靚湯。不過最緊要記得保持身體健康。多謝各位。現在比賽正式開始，有請正方主辯，你有4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示意。
試咪試咪。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昔日庫房水浸嘅香港政府喺過去6年錄得5年財赤，而基本法列明香港財政應以量入為出為原則。為咗填補赤字，避免公共服務停擺，最新嘅財政預算案提倡開源節流，削減每年32億嘅長者交通津貼同學生津貼，又大加飛機乘客離境稅60%，真係拗得一蚊得一蚊。可惜嘅係，財政預算案未能落實陸路離境稅，僅建議向離境私家車收錢。其實早喺99年，政府就曾經討論過開徵陸路離境稅，03年更加向立法會提交草案，探討向陸路離境人士同埋車輛收稅。但係礙於當時電子支付未普及，行政費用預料高達5500萬，係當年平均稅收成本嘅4倍有多，最終未有推行。而現時嘅支付方式眾多，行政費低廉，重推陸路離境稅勢在必行。參考財政預算案同03年草案，我方倡議徵收每位離境人士25蚊，按上年約1.1億嘅出境旅客計算，共28.6億，加埋向每輛出境私家車收取200蚊，預料合共會帶嚟38.6億嘅收入。基於港府有責任確保稅收嘅公平性同埋維持公共服務合作運作，今日嘅辯題成立，原因有二：一、用者自付保均真，跨境口岸絕非免費午餐，單計蓮塘口岸嘅工地平整工程就成為各位210億。自83年起，港府一直都有開徵飛機乘客離境稅。既然享用機場服務要自行承擔費用，咁點解陸路口岸使用者就可以食足咁多年霸王餐呢？更何況亞洲旅遊交流中心嘅調查顯示，近20%港人24年北上超過10次，但最尾不論1年北上0次定1年北上365次，最尾都係由納稅人買單。呢一個稅收嘅用法係咪公平合理呢？現時84%嘅港人北上係為觀光休閒活動，平均單次消費860蚊，俾多25蚊稅，影響唔大。而為用過嘅設施俾錢係理所當然。但係有方同學相信，政府今年要削減埋長者、學生津貼都要補貼離境旅客，係對全港市民負責任嘅做法呢？二、擴闊稅基紓財困。現時市況低迷，賣地收入由昔日高峰1600億蒸發咗90%，港府收入結構性劇變，大幅依賴利得稅同薪俸稅。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建議香港應該要進行全面嘅稅制改革，擴大稅基。加上政府預計13年之後會由現時每4個打工仔供養1個長者，變成每2個養1個。如果唔趁早解決呢一啲結構性問題，長期公共服務同基建嘅錢可以由邊度嚟呢？而徵收陸路離境稅嘅稅基廣闊，舊年香港居民陸路出境人次比前年上升1半，去到8100萬，境外旅客亦都錄得30%嘅增幅。參考日本自19年向每位出境人士徵收50蚊港幣，相關稅收穩定上升。近日更加提議加價3至5倍，可見稅收對出行意欲造成嘅影響有限。既然有一個可以令香港政府每年穩定賺多38億，令稅收結構更健康嘅方案，何樂而不為呢？總括而言，開徵陸路離境稅符合用者自付原則，同時拓展稅基，咁先係對全港市民公平合理同可持續嘅做法。最後想問有方同學，面對政府收入迎嚟結構性劇變，認唔認同港府有責任要擴闊稅基呢？多謝各位。正方主辯所用時間為3分54秒，冇過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泛方主辯，你有4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屆時予致意。在座各位大家好，開徵新稅茲事體大，回顧特區政府其實甚至喺殖民期時期嘅施政歷史，從來都係小心審視、考慮全盤嘅計劃。而呢，今日有方就相反，聽完有方主辯呢，想送8個字俾有方：立場曖昧，見錢開眼。點解會話有方立場好曖昧呢？有方話啦，佢要用者自付，但係事實上現時香港係咪樣樣嘢都係要用者自付呢？例如其實中小學都係行緊免費
費教育㗎，佢哋又需唔需要用者自付自己俾翻呢筆錢呢？所以用者自付從來都唔應該係考慮開稅嘅唯一原則。就算退一步同友方討論啦，真係要用者自付，但係點解係收25蚊呢？而友方你講38億扣埋行政費之後，又剩翻幾多錢呢？其實都係冇講到，咁友方你點論證辯題呢？第二，見錢開眼，友方問我方啦，政府有冇責任去到拓闊稅基？但係我方同意啊，政府有責任，但係咪因為冇錢，我哋就應該隨便開新稅呢？要拓闊稅基，友方你想多啲人交稅嘅，我哋有資產增值稅，有奢侈品稅；要穩定，我哋有銷售稅，有人頭稅，咁係咪全部都應該開晒呢？所以友方你要論證嘅係，究竟陸路離境稅有啲乜嘢特別之處啊嘛？更甚，友方唔睇教訓，其實友方自己都知道㗎。03年咧，政府都有諗過去開徵陸路離境稅，但係最後唔做，點解啊？唔係因為友方你個電子支付，而係因為有3大原因：第一，損害中港融合；第二，加重市民負擔；第三，打擊經濟復甦。友方話而家要再做，咁友方你係咪有責任要解釋翻當日各自嗰3大嘅理由係咪而家都已經解決咗呢？但友方又冇講喎，而事實係中大經濟學副教授莊太量、安永稅務主管何耀波等專家都話，原來係有憂慮嘅時候，點解友方你又聽唔到呢？除咗專家，其實傳媒同埋市民都有好多嘅質疑，而乃至於咧，其實財爺而家都唔肯定，最新嘅説法咧都仍然係講緊陸路離境稅係設上階段。友方你今日要逆風而行，就必須要過2關。第一，倡議是否係會抵觸一直行緊嘅施政理念同埋方針；第二，你今日有冇損害民生？但好可惜嘅係，答案都係有。第一，抵觸施政方針，促進兩地嘅融合一直都係施政嘅核心目標。17年前特首梁振英嘅施政就話，我哋要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嘅機遇。去到林鄭月娥時期，我哋咧就係要融入國家嘅發展大局。而而家嘅時任特首李家超更加同我哋講話，我哋要深化粵港嘅大灣區融合。可見大灣區融合已經係施政藍圖嘅重要一塊，更加重要嘅係政府多年嚟已經環繞住呢個理念，推出咗好多實際嘅政策去配合，包括其實今日條辯題會傾到嘅各種鋪橋起路，都係為咗促進兩地嘅交流同埋便利。就連北部都會區嘅選址都係為咗方便港深創科企業可以多啲來往，幫助香港發展。但係咧，友方你今日反而要倡議開通陸路離境稅，要人交流咧就要留低過路費，方便之餘仲要加到關卡，係咪同政府嘅施政邏輯有所矛盾呢？友方你要解釋。第二，加重民生負擔。事實上，回歸多年，北上咧已經成為咗好多香港人生活入邊不可或缺嘅部分。有人北上係為咗跨境工作，係為咗跨境返學；有人係為咗探親見家人一面，有人係為咗身體健康睇醫生。700萬人有700萬種嘅北上生活，但係相同嘅係佢哋都係為咗提升生活質素，減輕生活嘅負擔。而且當年係政府帶頭鼓勵市民北上，但而家又話要開徵陸路離境稅，公唔公道呢？友方今日要論證辯題成立，就必須要話俾我哋聽，究竟有啲咩離間優勢，非開佢不可。多謝各位。下方主辯所用時間為4分11秒，冇過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正方一副，你有4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去嘅議員示意。是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友方出嚟話啦，財赤唔通就要開新稅咩？但係友方財赤都唔去考慮開徵新稅嘅時候，究竟要做啲乜嘢呢？但係其實友方今日咧唔係反對去開徵新稅㗎，點解咁講呢？因為佢話可以考慮銷售稅㗎嘛，可以考慮其他稅項㗎嘛。咁我方又有一個問題想還翻俾友方啦。點解唔
唔考慮埋陸路離境稅咧？其實有方今日出嚟講咗好多，但係面對香港財赤問題有幾咁嚴重，要點樣解決咧？有方係隻字未提㗎，佢係未提清現況。講緊而家香港嘅赤字問題係講緊唔計起基建啊，唔計非經常帳目，單營運香港而家嘅日常福利同埋日常運作嘅時候，都係面對緊赤字問題嘅時候，有方同學究竟係未睇清現況，究竟有幾咁緊急？究竟要點樣去開徵香港嘅新稅項，以維持未來發展啦？但係有方今日同我哋逃避討論用者自付嘅原則咧？點解咁講咧？因為有方今日出嚟同我哋講話啦，喂，而家唔係用者自付就大晒㗎咯喎，你出嚟，但係好多香港嘅服務都係冇用者自付，講到免費教育，但我好奇怪啦，今日冇錯係免費教育啦，但係唔知大家都有讀過書嘅都知道係需要俾翻呢個嘅書簿費㗎，哪怕大學咧，今日大家其實都係交緊學費㗎，你唔會話香港政府喺度強收稅收㗎嘛？但係今日確實我哋需要付嘅係用者自付原則。咁正如我方主編今日所講啦，原來講緊而家有2成嘅市民講緊使用關口嘅次數係達到11至20次每年，當中有84%市民原來返大陸咧都係吃喝玩樂嘅。咁其實咧市民，但係對於一啲冇使用過關口嘅市民嚟講咧，要一啲使用次數較少嘅市民幫啲使用次數較多嘅市民去埋單，究竟合唔合理咧？而我方更唔能夠明白嘅係，講緊香港而家對都986萬出境人士徵收嘅係飛機乘客離境稅，同樣都係出境，點解今日對飛機出境嘅人士咧就話你要交稅啦，你要用者自付啦？但係面對今日香港陸路口岸嘅服務咧，有方就話咁多位納稅人咧就一齊同我哋埋單啦，幫呢間過境旅客埋單啦。咁用飛機乘客離境稅嘅錢，甚至今日香港公帑去補貼嘅係陸路過境服務嘅，又公唔公平咧？咁每個人對於邊境服務嘅需求咧，都並非必然。但倘若有方今日連用者自付嘅原則都覺得有問題嘅話，咁請問出生及死亡登記費、水費及排污費、汽車首次登記稅等等呢啲體現用者自付嘅原則嘅徵費，有方又係咪覺得應該要全部取消咧？更奇怪嘅係，有方其實真係冇睇清楚香港嘅根基問題。香港一直都係簡單低稅制，所以政府依賴嘅咧係直接稅同埋賣地收入。但係面對未來政府要停止販售商業用地，賣地收入直接蒸發195億，隨即影響嘅係印花稅收入，比往年係下降130億。人口老化更加係直接影響香港勞動市場，薪俸稅會因此下降。所以香港面對嘅唔再係以往嘅稅基窄而係納稅人口都減少緊嘅情況之下，影響嘅係香港未來長遠嘅穩健收入。咁有方同學覺得我需唔需要作出改變呢？所以其實所以有方講完呢個原則咧，有方唔同我哋討論話用者自付呢個唔重要啊，咁都同我出嚟講反效果啦。有方今日高舉兩地要融合，唔可以影響市民嘅其次啦，就話收稅就會影響民生啦。香港政府收稅就罪大惡極，其罪當誅。但係我方都明白向市民收取費用，市民有不滿，我哋可以理解。但當中究竟有幾多旅客會因為25蚊嘅離境稅、一杯珍珠奶茶嘅錢而因此唔再出境呢？咁就煩請有方等出嚟交代。而我方更唔明白嘅係，收取費用就叫做破壞兩地關係。咁我哋而家香港收緊嘅薪俸稅又唔係破壞緊勞動市場，物業稅又唔係損害緊香港樓市，利得稅係咪瓦解緊香港經濟呢？而按有方邏輯，以上所有稅收都唔應該收呢。收稅要維持社會福利同埋公共運作，從來都唔係乜嘢新鮮事。當世界主流政府認為嘅公民責任喺有方眼中，點解突然之間變咗罪惡呢？今日收稅，我哋唔係想懲罰任何一方，但係有方同學就需要去論證今日呢個稅有應收同埋需要收嘅必要，因此今日辯題全應承啦。多謝。正方一副所用時間為4分07秒，冇過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反方一副，你有4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試咪。為咗粒糖，輸咗間廠。在座各位大家好，呢8個字咧總結咗有方成套嘅政策思維。佢同我哋講話跟佢啦，開陸路離境稅有糖食，咩糖呢？公帑38.6億嘅公帑。但係今日呢38.6億係咪勢必要用陸路離境稅嚟賺呢？今日有方話財赤啊、結構性財赤啊，我哋要開拓新嘅稅收。係嘅，咩叫拓闊稅基啊？講白啲，即係多啲人交稅。想多啲人交稅，係咪就做乜都得呢？咁不如今日我哋開個浸大稅，在座各位離開個浸大嘅時候，麻煩擺低25蚊。
浸大咁多老師、咁多學生，每日翻學擺低25蚊，仲唔係經常性收入，仲唔係拓闊緊稅基？咁我哋做唔做啊？我哋唔做。點解呢？因為賺到錢，但係我哋輸緊嘅係民生，輸緊嘅係民心。因此今日賺錢方法有好多，銷售稅、資產增值稅、富人稅都可以考慮。係有方要嚟論證，點解要搞一個影響咁多人、影響住民生嘅方案？點解你呢一個就係較佳嘅選項？因此講唔到點解非開陸路離境稅不可呢？有乜就轉去講另一個原則啦。佢話用者自負，你班人而家食緊霸王餐，呢個世界冇免費午餐，用一個關口你點可以唔俾錢啊？但係等等先，佢哋係咪真係冇俾錢呢？嗰班嘅香港市民，佢哋平時利得稅、薪俸稅交唔少啦，稅收用嚟做咩㗎？咪就係支援政府嘅公共服務咯。點解今日我盡咗公民責任交咗稅，但最終我都仲係要好似俾有方同學再甩多次水，撳住我嚟搶財赤嘅時候，又再攞我嚟開刀呢？到底關係嘅必然性喺邊度呢？主編都問咗有方，中小學係咪都要收翻個教育稅啊？有方就話啊，用者自負咗㗎啦，佢哋俾咗書簿費，所以今日咧中小學都唔使收教育稅，因為俾咗書簿費。咁今日一班北上過關嘅人，難道冇俾車費、冇俾有錢咩？俾咗㗎咯喎，咁點解我哋仲要收佢錢呢？煩請有方同學咧交代清楚啦。所以今日呢粒糖係咪事必要咁樣賺？其實聽唔到有方嘅交代。不過更甚一個更大嘅問題係，呢38.6億嘅公帑係咪真係賺得到落袋呢？主編問咗你有行政成本，開個新稅，分鐘咧搞到你用多咗好多嘅支出，甚至乎浸大經濟學者麥萃才教授同大家講咧，若然你收稅少咗旅客嚟，帶動咗嘅周邊收益都會減少，最終分鐘係得不償失。七除八扣之後，38.6億嘅公帑呢粒糖有幾多落到袋，有方都要交代。就當我方退一步啦，真係俾你賺到呢筆公帑啦，我哋贏咗呢粒糖，我哋輸緊嘅係咩呢？係輸咗間廠，仲要唔止一間。係無數間大灣區嘅廠。今日咧，原來咁多年嚟，政府一直做緊嘅係咩啊？鼓勵中港人員往來。03年中港簽訂咗更緊密經貿協議安排，確立咗自由行制度。17年嘅時候，我哋做咗咩呢？大灣區規劃綱要出台，鼓勵多啲人嚟大灣區投資設廠。18年廣深港高鐵同港珠澳大橋落成，我哋希望嘅都係便利中港往來。23年我哋仲做埋港車北上。大家代入一下一個響應政府號召北上設廠、南下投資嘅人，你會點諗呢？20幾年嚟，明明政府嘅做法都係佢俾公帑換我間廠，用公帑俾甜頭換我去大灣區設廠。好啦，終於設咗廠啦，慣咗兩邊往來啦。有班就行出嚟話：你日日喺度行嚟行去唔得，用者自負，你食霸王餐，我要收你錢。20幾年都係咁做，你而家先嚟攞我錢，同設局昆我入局有咩分別呢？所以今日無啦啦多咗筆稅，未嚟嘅就會諗一諗決定嚟唔嚟，嚟咗嘅分鐘仲會閂咗間廠，減少往來嘅時候，我哋損失緊嘅係咩呢？河套區一個大灣區嘅合作項目咧，已經預計為香港帶嚟每年570億嘅經濟收益，係有關方案嘅14.7倍。今日我哋係咪要為咗區38.6億嘅稅收，犧牲無數個好似河套咁樣570億嘅項目咧？新田科技城、北部都會區通通都做緊，係咪要為咗38.6億嘅公帑，犧牲570億嘅廠房呢？多謝各位。下方一副所用時間為4分07秒，冇過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正方二副，你有4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器致意。時咪。打完呢場比賽咧，就準備去廣州探親，正如有方主編所講去探親啦。但係原來今日咧搭飛機上廣州收離境稅，有方唔反對。但係如果今日行路搭車上廣州咧，有方就話反對啊，因為咧阻礙緊中港融合。3位評判，現場咁多位觀眾，大家好。原來阻止中港融合咧，就係收一個費用。咁要問嘅係，如果今日我申請呢個嘅回鄉證上大陸收390蚊手續費，內地人嚟香港1000多行收80蚊手續費，係咪只要收離境相關嘅費用，就通通都係阻礙緊中港融合呢？有方舉咗好多大灣區廠嘅例子，要問嘅係，原來今日兩地嘅貨物往來都要收稅嘅情況下啦，又係咪阻止緊貨物嘅往來呢？呢個有方必須交代清楚㗎。所以
啦，拆解完有方嘅基本邏輯矛盾之後咧，我記得有方主辯講得好清楚，話我方立場曖昧。但今日咧，我好想借呢個機會還翻呢4個字俾有方同學，因為真正立場曖昧嘅原來係有方啊！佢哋認同要擴闊稅基係主辯講嘅，然之後佢哋就唔認同要收呢個陸路離境稅，又唔認同要收資產稅。資產稅我方都唔認同，因為對市民影響大啊嘛。但問題佢哋又唔支持呢個陸路離境稅，但係又支持擴闊稅基。請問你闊咗喺邊呢個稅基？呢個係第2樣嘢有方需要交代清楚嘅。第3樣嘢啦，原來今日有方咧就係咁講足全場一啲嘅行政成本嘅問題，佢就同我哋講話啦，喂唔係啊，你而家7除8扣咧1蚊都冇得剩啊！講到政府好似而家要倒貼呢一個嘅費用先可以實施到離境稅，政府1蚊都袋唔到落袋，但事實係咪真係咁樣咧？原來今日我方主辯講得好清楚，原來今日咧行人俾離境稅係用電子支付，用八達通、支付寶、微信支付呢啲，講緊最高嘅手續費都只係支付寶收緊嘅1.5%嘅情況下啦。請問行政費高咗幾多？多到政府1蚊都袋唔到落袋，要有方出嚟反對咧？呢個有方又要交代清楚啦。然後啦，今日有方咧就係咁同我哋講話咧，要用者自付原則咧，就同我哋講話教育啊，係咪又唔使俾錢啊？明明我方已經同你講話俾咗書簿費啦，跟住有方點論證咧？佢就話啦，喂唔係，北上嘅市民都俾咗車錢，俾咗有錢啦，咪乜都唔使俾咯。問題重點嚟啦，今日俾車錢俾有錢係咪俾政府咧？唔係啊，原來俾緊私人嘅汽油公司嘅情況下啦。咁今日係咪你北上嘅時候你就唔需要俾任何錢俾政府，但係你讀書嘅時候咧，書簿費又要俾翻嘅喎，甚至乎你大學嘅學費又要俾喎。咁請問你係論證緊啲乜嘢咧？呢個有方要交代清楚啦。所以其實拆解完有方嘅邏輯矛盾之後咧，我哋翻嚟今日辯題嘅主語港府。港府嘅責任啊，基本法第107條同我哋講，港府嘅責任在於就係要收稅，去確保量入為出，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但係有方今日講足全場就覺得收稅嘅金額不足啊，所以咧我哋就唔好收啦。但係一時咧又轉一轉就話收稅影響到市民，所以又唔好收啦。咁正如有方所講，豈不是而家利得稅、薪俸稅都通通唔應該收啦？因為有方覺得收稅對市民影響好大好大，1蚊稅都唔應該收。去到呢個時候，政府乾塘庫房冇錢啦，係咪有方先嚟突然之間後悔要立翻呢一個嘅稅項咧？所以其實講到最尾，今日收稅除咗係政府嘅責任之外，今日見到我方主辯同你講話稅基非常之窄，賣地收入又減啦，印花稅又減啦，減到係在座各位，今日4000萬蚊嘅樓宇講緊印花稅6萬蚊減到100蚊喎。政府印花稅又減，賣地收入又減，未來勞動人口減少，人口老化結構性赤字問題嘅情況下啦，交稅嘅人只會越嚟越少，政府嘅收入只會越嚟越少。呢個時候仲唔擴闊稅基嘅話，請問有方想政府點樣可以開拓到一個穩定可持續嘅收入咧？問題就要嚟啦。咁點解今日陸路離境稅係穩定可持續啊？因為我方主辯已經講咗啦嘛，北上嘅市民每年講緊係8191萬人次嘅情況下，唔夠穩定咩？庫房收入38.6億唔夠可觀咩？咁請問啊，今日係點樣唔穩定、唔可觀，令到政府係唔應該收呢個嘅收入？覺得呢個收入係影響緊整體嘅市民咧？所以在座各位，今日我哋唔係好似有方所講巧立名目咩稅都收㗎，而係今日要衡量嘅就係會計師事務長尹培賢同我哋講，今日衡量嘅係對市民整體市民嘅影響有幾大？市民今日收一個公廁稅、馬路稅對整體市民影響大啲啊，定係收一個陸路離境稅咧？所以今日有方必須交代清楚啦。多謝各位。勝方二副所用時間為4分04秒，冇過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反方二副，你有4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試咪。評判主席，在座各位大家好，講咗好多稅，但我方同學咧睇漏咗辯題一個最重要嘅字眼，叫離境。呢個除咗係一個稅務政策之外咧，更加係一種邊境政策。所以嚟到二副位置啦，不妨我哋分兩方面審視翻呢場比賽，分一分高低。第一方面就係從施政方針上面，到底一方同學你為乜而收稅咧？主辯去到二副大聲同大家講話現時財政赤字啦，咁我方話百思不得其解啦，你要錢點解唔係收更加多嘅銷售稅、資產增值稅啊？有方二副自己都知道唔收，咁真係唔係為咗錢啦？咁唔為錢又為咩咧？有方二副又嘗試同大家講話，我哋為咗收回成本，但我方一副又講咗啦，講收回成本，大把公共服務都冇收啦。有方同學話書簿費嘅例子，但係書簿費都唔係政府收書簿費，係書商收緊書簿費㗎嘛。咁所以我同學你個公共服務要收回成本個標準又喺邊度咧？其實我方同學講到現況極度嚴峻，但方同學收過37億，我方話真係百思不得其解啦。而家喺元朗起條天橋都要17億啦，有方同學個可觀收入又有幾咁可觀咧？
完全冇論證過嘅喎。相反，我方一副立場極度清晰，同緊大家講嘅有咩時候要開徵稅項啦，就係唔可違反一貫嘅施政方針，政策要有一致性。所以一副同大家嘅一條數㗎，現時北部都會區真正開源嘅係要做大個餅，製造更加多嘅經濟誘因、就業機會，呢個先係政府應該要做嘅事情。咁所以咁嘅情況底下，施政方針上面有分到二副都仲未統一地交到個立場俾在座各位。點解我哋要開稅嘅情況底下，到有分同學第二個矛盾，第二個問題就分同學唔能夠體恤民生。有分同學誤以為咧，大家北上就一定係消費吃喝玩樂嘅，但實言上又係咪咁樣咧？其實北上消費好多時候作為香港市民都係講緊要條生路嚟行啫，主要分3條生路。第一條生路講緊嘅係生計。2017跨境旅遊統計同大家講，有接近40%人翻大陸嘅原因係啲乜嘢啊？唔係玩，而係工作需要。所以作為一個中港司機，正如中國香港汽車榮譽會長李耀培都同大家講，佢同大家講咩咧？作為一個中港司機，每日都起碼要來回中港兩地2-3次，甚至乎無線新聞就住邊境建設費，即係財政司司長而家嗰個啦，去訪問咗中港司機，佢都同大家講，如果實行咗之後，佢嘅運輸成本會足多咗2400蚊，成本多咗以往嘅50%。所以有方同學現時有方又話要共度時間，咁點解憑乜嘢要過嚟搶市民飯碗嘅錢，要打擊市民嘅生計呢？到第二個生路講緊嘅係生意。作為一個商務嘅旅客咧，好多時候其實都要來往中港兩地㗎。好多時候朝頭早喺深圳嘅新田科技城同科技部門開完個會，晏晝咧就落翻北部都會區嗰度同客食飯，去收集資金，跟住啦又可能要去前海嗰度睇心臟個廠，睇一睇個情況。好多時候呢啲經濟往來係頻繁並且必要。喺咁嘅情況底下啦，前海去珠海唔使收稅，深圳去東莞又唔使收稅，憑乜嘢傾生意喺香港離境嘅方同學你要擺低我200蚊呢？百思不得其解。更甚係就算講旅遊啦，有方同學講日本嘅例子，日本限離境稅係因為減少旅客，唔希望解決咗過分旅遊嘅情況啊嘛。但現時香港咧，正係需要吸引旅客過嚟香港嘅情況底下，有方同學話佢哋會唔會為咗嗰20蚊？在座各位，現時內地旅客嚟香港係去麥當勞度影麥當勞，係去彩虹村影彩虹。有方同學講嗰20蚊對佢嚟講成本唔大，有方同學你係真係要計條數啦。所以生意又講唔過去，到最後一批市民講緊嘅係一種生活態度。作為一個星斗市民，其實點解我要花時間1個鐘頭、2個鐘頭來回中港兩地，就係為咗去整牙，為咗整醫療需要啊，就係希望平過1000幾百啊嘛。咁喺咁嘅情況底下，有方同學漠視呢啲嘅成本需求，不停地去打擊翻市民自己選擇自己生活選擇。合唔合理呢？我都係香港物價貴，大家都知道。我希望減低生活成本，多一個生活選擇，有何不可？到底有方何作為政府點解要懲罰我呢個行為呢？百思不得其解。所以去到最後，政府要做嘅唔係今日向我哋呢一班市民度收稅，因為今日從來敗家嘅唔係市民，而係有方作為政府唔識得持家。喺咁嘅情況底下，向市民搜刮民脂民膏，政府胸襟去咗邊度呢？點同大家交代呢？多謝大家。反方二副所用時間為4分11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接着是台下發問環節。每間院校有3次台下發言機會，台下發言者無權要求誰人作答。每次台下發問者嘅發言時間為1分鐘，喺發言時間完結前15秒，計時員將鳴鐘1次，以示發言時間即將結束。喺發言時間終止時，計時員將連續按鐘2下，示意台下發言者必須立即停止發言。如不停止發言，主席將立即終止其發言。任何一方喺30秒之內未能派出代表作台下發問，當自動棄權論。台下發言者必須發問，否則發問一方無分，對方可得該題之滿分。若有任何爭議，以評判意見為準。任何一方喺對方台下發言1分鐘之內未能派出代表作答，當自動棄權論。喺1分鐘時間完結，計時員將鳴鐘1次，以示辯論員將盡快進行答辯。各隊員各有3次答辯時間，每次答辯時間為1分鐘。喺發言時間完結前15秒，計時員將鳴鐘1次，以示發言時間即將結束。喺發言時間終止時，計時員會連續鳴鐘2下，示意辯論員須立即停止發言。如不停止發言，主席將立即終止其發言。
而家有請鄭芳同學作第一次台下發問，你有1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各位大家好，今日有方講到陸路離境稅影響中港融合同兩地旅客，話中港融合影響商貿，但其實咧融合就唔止商貿活動嘅，仲有旅遊業發展。而其實所謂向旅客開徵嘅稅項咧，喺香港一早就唔係啲咩新鮮事㗎啦。但係有冇打擊到香港旅遊業發展咧？各方睇唔到，亦都冇打擊到香港嘅商務來往㗎喎。而事實上咧，香港1月1號起，政府重新徵收酒店房租稅，每個人收房租稅咧都要收多3%嘅稅項。如果住5星級酒店咧，大家要俾多70蚊；住4星級酒店要俾多33蚊；3星酒店稅金22蚊，但係大家都願意照俾。2022年1月咧，香港酒店入住率反而高過未徵稅嘅2024年1月。喺酒店房租稅底下，酒店入住率仍然上升。要問有方，香港又損失咗啲乜嘢呢？係咪有啲咩我方見唔到嘅壞影響、高成本，導致就算酒店入住率不減反升，都仍然唔應該收稅呢？煩請有方同學解釋啦，多謝各位。有方同學有1分鐘時間準備。有請范方同學答辯，你有1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試咪。評判主席，各位大家好，有方問我酒店及房租稅收唔收？收，因為佢冇違反到我方2大原則啊嘛。第一原則有冇違反一貫施政方針？今日有方同我哋嘅酒店及房租稅針對緊嘅係全個世界嚟香港住酒店嘅人，但係陸路離境稅咧，針對緊嘅係大灣區融合嘅每一個人。所以呢個情況底下，為政策方針上面出現咗一個根本性嘅分歧咯。此為其一。其二就係本質上面，到底有冇造成極大嘅民生負擔？有方同大家講話，淨係收3%先啱啊！但係如果我作為一個老人家，我65歲啦，我北上睇牙2蚊啫嗰程車，喺咁嘅情況底下，有方同你收我25蚊，個成本唔係3%先，300%都唔止啦，在座各位。喺咁嘅情況底下，你又能唔能夠做到類比先？將方同你要做任何類比嘅話，麻煩真係同大家論證翻你嘅類比，到底係咪真係同陸路離境稅嘅本質可以相提並論？如果唔能夠嘅話，咪錯誤類比咯。多謝大家。現在有請范方同學作第一次台下發問，你有1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試咪。在座各位大家好，今日有方好強調政府依家財赤啦，所以要開徵陸路離境稅。但係有方啦都知道03年政府都係正因為財赤咧，所以同樣提出咗呢個陸路離境稅。但係當年嘅財赤咧，原來比而家更加嚴重。睇翻03年啦，財赤佔本地生產總值超過半成。而家政府面對嘅872億財赤咧，都只係佔本地生產總值嘅2%先啫。當年政府面對咁嚴重嘅財赤，都決定毅然收花，究竟係咩原因呢？唔係好似有方所講嘅電子支付太貴啦，而係正如前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所講，係因為2個原因。
第一，影響中港融合；第二，加重市民負擔。所以想問有方同學，當呢個情況之下，原來想麻煩有方同學，當年財赤更加嚴重嘅時候，政府都因為呢兩個原則收翻。究竟想有方同學解釋一下，究竟依家情況有乜變咗呢？多謝各位。正方同學有1分鐘時間準備。有請正方同學答辯，你有1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是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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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座各位大家好，多謝有方同學嘅提問。因為咧有方同學今日咧就同我哋講話啦，佢話喂唔係啊，原來咧當時03年反對咧係因為阻礙中港融合。但唔好意思，有方原來今日攞錯資料，混淆視聽啊！因為我方見到嘅係立法會03年嘅文件同我哋講，當初反對唔係因為中港融合，而係因為行政成本嘅問題。因為今日當時03年嘅時候，科技未發達，只可以俾現金嘅情況下啦，咁全部人排隊等俾現金係不可行，會造成擾民，所以就唔能夠去實施啦。但原來時移世易，而家科技發達，我方一直都講緊係用電子支付都可以搞得掂嘅情況下啦，唔明今日點解就會反對呢？所以其實有方頭先答我哋台下嘅時候咧就話啦，酒店稅冇事啊，因為咧佢唔係針對緊內地旅客。其實今日我方離境稅從來都唔係針對任何人，係全部人離境，不論國內、國外定係海外人士咯，都係要俾離境費用嘅情況下，唔明點解係針對緊內地人，針對緊香港人北上內地消費啦。所以有方係必須論證清楚。多謝晒各位。你有1分鐘發言時間。有請正方同學作第2次台下發問，你有1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是咪？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今日咧一方面同我哋講陸路離境稅會影響民生，好似天塌下來啲廠會執笠，經濟會倒退，中國永遠融合唔到，好大件事。但另一方面咧，有方咧又話考慮徵收銷售稅就冇問題，又點解有方口中嘅問題會突然間憑空消失咧？而家講緊陸路離境稅係離境先要俾，但銷售稅係一買嘢就要俾，小至一件廁紙，大至一件電器都要俾稅嘅時候，銷售稅嘅影響點解有方又可以接受咧？而家講緊陸路離境稅嘅影響點解會係特別大？有方迴避唔到嘅係只要收稅，其實就會對民生產生影響。所以究竟有方今日衡量開徵新稅嘅標準係乜嘢？咩可以收，咩唔可以收？有方要交代清楚。多謝各位。反方同學有1分鐘時間準備。
有請范方同學答辯，你有1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示意。在座各位，有方又問我哋到底咩稅要開，咩稅唔使開？其實大家應該都聽到厭㗎啦。反方準則好簡單，你唔好違反施政方針嘅一致性，同埋唔好對民生構成重大負擔，咁你就開得。不過有方就嘗試屈我方立場，話我方諗住做銷售稅，唔係，嗰個係個類比，問緊有方立場啫。因為你話想賺錢，你話想拓闊稅基，想有恆常收入，咁你做埋銷售稅都好恆常㗎。不過有方話唔得啦，銷售稅唔做啊，影響好大。咁離境影響就唔大咩？一班跨境學童中港司機同樣日日都要往來，甚至一日往來幾次嘅時候，佢哋嘅負擔有方係咪睇唔到咧？所以今日我哋見到其實真正要解決現時面對嘅困境，我哋要做嘅係咩咧？一副都同你講咗㗎，比起喺稅收喺香港度搜刮民脂民膏、糖水滾糖魚，可能搞好大灣區、做好河套區嚟得更好。一個河套區570億嘅公帑收入每年啊，係講緊已經係有方嘅14.7倍嘅時候，點解今日我哋唔應該諗遠啲、諗大啲咧？多謝各位。有請反方同學就第二次投下發問，你有1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示意。試咪。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一副咧口口聲聲話咧北上消費就等於吃喝玩樂。先睇資料啱唔啱先？有方舉出嘅亞洲交流中心嗰份訪問咧，80%嘅人咧佢只係訪問咗旅客啫。而有方見到嘅17年規劃處嘅數字同我哋講啲乜嘢咧？佢訪問咗所有嘅北上人群入邊，當中有近40%咧，佢係為咗翻工、公幹、學生往返、探親，佢哋邊度只係吃喝玩樂咧？再者，市民生活艱難，北上物價便宜，可以幫到市民減輕生活嘅開支，可以令到佢哋提升生活質素，吃都吃得舒服啲啊！咁有啲乜嘢錯咧？所以最後想問有方同學嘅係學生、職員、一班孝順仔、孝順女，甚至乎係基層市民做錯啲乜嘢，要你哋罰佢錢咧？多謝各位。正方同學有1分鐘時間準備。有請正方同學答辯，你有1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示意。首先多謝有方嘅問題，有方今日攞17年嘅數據話40%人係翻工多嘅，咁我方唔明白同今日咧呢個大灣區融合緊嘅社會究竟有乜嘢類比嘅例子？而我方今日主編同你講咧就係話，根據最新數據講緊80%半嘅市民原來翻上內地咧都係為咗消費嘅，呢個係嚟自亞洲旅遊交流協會嘅數據，所以有方同學更新翻啲新數據先。另外一方面啦，我方多謝有方同學講咩咧？佢話翻內地消費係一種選擇，我方都同意係一種生活嘅方式。但係有方，我哋今日所有香港市民要為咗佢哋嘅生活方式而埋單，究竟合唔合理呢？所以我方對於稅務徵收嘅標準好簡單，可唔可以滿足到用者自付，可唔可以滿足到公平原則？另外一方面，盡量減低對市民嘅影響。所以有方今日咧，單攞住當年嘅2個有方舉出嚟嘅一個原因，同我哋講話唔可以影響中港融合。首先我方都唔明白究竟25蚊嘅離境稅可以點樣影響中港融合，令到整個河套區可以一夜之間唔見咗啦。呢個收益有方同學請你論證啦。所以有方一個數據啦，或者一個真正會影響到市民有幾多嘅數據都冇舉到嘅，多謝各位。有請正方同學作
第三次台下發問，你有1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介紹員示意。試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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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座各位大家好，聽完有方前場咧，其實我方真係感到好疑惑㗎。其實今日有方同學咧係覺得雙重收費有問題，喺有方眼中基建等等咧，其實已經交咗稅俾咗㗎啦，應該咧就收一次性，唔使再俾。但係咧，我今日預約羽毛球場都要俾37蚊，有冷氣嘅排球場都係收148蚊嘅時候，體育設施都起咗㗎。咁但係點解我使用呢啲設施要再俾錢呢？但其實唔單止係租場建設嘅費用，就算淨係維修啊，都係一定嘅開支啦。陸路離境稅根據使用者嘅使用次數而徵收，因為要維持設施，而呢啲都會對公帑造成一定消耗嘅時候，咁陸路離境稅就有其必要性啦。蓮塘、香園圍口岸等等相關嘅工程，2年之間政府使用咗7980萬嚟做維修，而體育館啊都係邊個預約場地，邊個再俾錢啦。而家我方倡議邊個使用口岸設施，邊個再交稅嘅時候，有啲咩滔天大罪呢？定係有方同學覺得政府應該取消晒相關嘅所有費用呢？多謝各位。有方同學有1分鐘時間準備。有請反方同學答辯，你有1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介紹員示意。示咪。在各位大家好，有方最後問我哋係咪嗰啲收緊錢嘅公共服務全部都要取消收費？咁我方答你唔係，但係我哋搞翻清楚收回成本呢一個係咪一個零加7嘅準則咧？我哋好快重溫下成場比賽啦。有方一開始又講財赤啦，又講拓闊稅基啦，嚟到而家咧佢唔敢再講㗎啦，佢唔敢講賺錢，佢得翻一個原則同我哋講就係收回成本。但收回成本係咪真係任何時候都零加1咧？你屋企樓下個公園咧，退休嘅伯伯全日坐喺嗰度，佢用咧可能用8個鐘9個鐘。你咧放工經過，其實經過咧5分鐘嘅啫。咁伯伯坐張凳坐得多過你，用公園個廁所都用得多過你嘅時候，點解伯伯又唔使交翻個進入或者離開公園稅，去做翻呢個用者自負嘅原則咧？因此今日用者自負係重要，但我哋都要平衡民生影響，唔可以搞到擾民，唔可以搞到加重民生負擔。今日講緊羅湖去上水一程都係26蚊車，半價26蚊，正價都係50幾蚊嘅時候，今日有方同學到底點解要收個25蚊嘅離境稅咧？多謝各位。有請反方同學作第3次台下發問，你有1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介紹員示意。示咪。主席、評判座各位大家好，有方今日咧難聽啲講句咧，就係見到財赤就發窮惡。但係咧30年嚟中港融合嘅方針，有方知道徵稅後民生受影響，有方我都承認。所以開新稅錢多咗係常識，種類多咗都係常識，但係唔係代表咁樣就等於要開稅㗎嘛。
所以有方今日剩翻咧就係高舉用者自付，同我哋講話要收陸路離境稅。但係原來用者自付嘅原則咧都唔係任何時候都適用喎。無論係我哋去開嘅圖書館啦，定係我哋叫救護車，呢通通政府都唔會用收回成本嘅用者自付原則嚟去收回成本嘅情況下，所以想簡單問下有方啦，你作為政府代言人，用者自付呢條原則究竟係點樣定出嚟嘅咧？多謝各位。請方同學有1分鐘時間準備。有請正方同學答辯，你有1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介紹員示意。試咪。在座各位大家好，多謝有方同學嘅提問。有方問我哋用者自付原則係點樣定出嚟？原來呢個原則唔係我哋定㗎，係政府財政預算案入面定嘅，同我哋講話收稅2個原則。第一，盡量減少對市民嘅影響，為庫房帶嚟穩定可觀收入。第二就係用者自付原則，講緊就係你用嘅話，你就要俾錢，好合理嘅事。有方舉公園稅，其實日本都有收公園稅啊。我方點解政府唔收啊？因為政府知道公園稅嘅話對市民影響大咯。在座各位市民，今日我收離境人士25蚊嘅，對整體市民影響大啲啊，定係收個公園稅對整體市民影響會大啲呢？答案顯然易見。有方同我哋講話呢，我哋唔敢講擴闊稅基，唔係我哋唔敢講，係有方主辯出嚟承認話佢哋同意擴闊稅基嘅時候，所以呢一點完全確立嘅時候，講嘅必要喺邊呢？所以完全確立擴闊稅基嘅情況下，下一步要問啦，有方同學，我哋唔係收回成本，而係確保用者自付嘅情況下，有方反對用者自付嘅原因係乜嘢呢？多謝各位。接着是自由辯論環節，現宣讀賽規。自由辯論發言必須在兩隊之間交替進行。首先由正方1名隊員發言，然後由反方1名隊員發言，兩者輪流發言，直到時間用完為止。各隊耗時累積計算，一方發言結束即開始計算另一方用時。喺總時限內，各隊員發言次數用時不限。如果一方用時已用盡，另一方可放棄發言，亦可輪流發言，直到時間用完為止。放棄發言者不影響計分。每方均有2分30秒發言時間。喺發言時間完結前1分鐘，計時員將鳴鐘1次，以示發言時間即將結束。喺發言時間終止時，計時員將連續按鐘2下。示意辯論員需立即停止發言，如不停止發言，主席有權終止其發言。現在有請雙方辯員示咪。試咪。如果冇問題，有請正方同學發言。請問徵收飛機乘客離境稅係咪又會影響中港融合呢？咦，咁飛機離境稅同埋陸路離境稅到底有啲咩相似嘅地方呢？一張機票幾錢？搭車上東鐵北上又幾錢啊？咁我方唔明白啦，都係出境，點解飛機離境稅你坐飛機就會貴啲呢？係啦，所以我哋見到機票錢同東鐵錢唔一樣，個比例唔同，負擔唔同，有方未論證到個可比性。而家要問翻你，係咪用得個服務就要收回成本，用者自付啊？
唔係喎，飛機同埋機票都係俾飛機公司同埋東鐵㗎嘛，但係今日飛機離境稅係原來係袋翻落政府嘅稅收裏面。有方同學點解陸路離境稅袋翻落稅收？點解有方同學會反對呢？咦，咁所以有方論證嘅邏輯係咪因為而家做緊機場離境稅啦，所以我做埋陸路離境稅都冇問題啊？唔係，有方你要論證嘅係飛機離境稅，在座各位係咪用者自負原則？邊份政府文件同你講機場離境稅係用者自負㗎？如果機場離境稅都唔係用者自負，咁佢係因為乜嘢可以收呢個稅呢？原來有方又真係冇資料同我哋講係用者自負嘅喎，不如問翻有方啦。喺你眼中，如果樣樣嘢都要用者自負嘅話，公園要唔要收費啊？唔係樣樣都要，係盡量減低對市民影響之後先再考慮用者自負。所以今日我方已經講得好清楚，公園日本有收緊稅，有香港唔收，因為對市民影響大啊嘛。好啦，確立咗擴闊稅基需要嘅時候，下一步要問嘅就係、有方認唔認同稅收陸路離境稅可以擴闊稅基？用者自負又突然間唔係最重要啦，因為要睇民生。咁我想問跨境學同中港司機嘅民生，有方睇唔睇啊？有方好詫異，點解有方覺得用者自負咁基本嘅概念喺有方竟然好似新鮮事？所以面對出生及死亡登記費用等等嘅費用，有方同學係咪覺得今日可以唔俾呢？你咁中意用者自負，點解樓下個阿伯成交公園稅嘅？咁因為公園好難收費啊嘛，但係今日陸路離境稅好難收咩？所以原來唔收原因唔係因為用者自負，係因為難收費，所以就唔收啦。我方立場又轉，咁唔緊要啦，真係討論落去。有方同學你話一直要講影響啊嘛，所以現時跨境學童每日返學放學都要俾25蚊，公道唔公道啊？梗係公道啦，咁對於唔係跨境學童嘅人，你要啲非跨境學童要幫班跨境學童埋單，公道嘛？有方成日同我哋講對民生冇乜影響，但係你班過嚟中港車嘅司機每程200，一日佢哋話起碼去3次就600，每日加600，成本加50%，呢一個係咪真係喺佢哋度飯碗度搶錢呢？有方逃避問題，講緊影響係對整體市民影響。有方繼續舉出個別持份者嘅例子，同我哋講影響整體市民，我方唔明白。有方，我想問究竟市民做錯啲乜嘢要俾有方你咁樣罰呢？冇做錯啊，所以收稅從來都唔係懲罰咯。所以問有方同學啦，今日你認為收稅係懲罰，所有稅都唔收？有方同學從頭到尾只係喺度跳嚟跳去，問有方同學影響，有方同學唔正面答影響，講用者自負。問有方同學用者自負，有方同學又話要睇翻影響。所以問翻方同學啦，二成你可唔可以揀個立場？係因為影響大所以唔收啊，抑或還是因為用者自負所以唔收啊？用者自負係基本原則，所以有方同學都唔否認，認為要用者自負。所以再睇影響大唔大啦。我方見到25蚊離境稅，究竟影響有幾多？可唔可以由方正面回答啊？有方同學一時睇用者自負，後尾就話係基本原則，但影響大嘅時候就唔做，所以雙方得翻一個討論嘅啫，就係個影響大唔大。好啦，14000跨境學童，10萬個中港家庭頻繁往來，到底有方要點論證呢筆錢冇加重佢哋負擔啊？其實有方需要論證嘅係而家港人北上嘅人次12.4%去緊20次，對比起0次嘅市民，要幫0次北上嘅人幫多20次北上嘅人埋單，公道嘛？可唔可以正面回答個影響啊？對跨境學童、中港家庭講影響大定唔大？當然啦，有方同學你哋認為大，但係你哋又舉唔出數據有幾大，淨係同我哋話邏輯上面佢就係會影響，咁究竟有幾大呢？再嚟睇啦，有方同學，如果你認為影響大嘅話，有冇實質例子或者數據啊？所以每日跨境要俾25蚊，有方同學唔大，唔緊要真係講數據啦。義父同你講咗營運成本足多咗一半，影響大唔大啊？呢一半對佢哋嘅影響會有幾大呢？你今日齋講錢係冇用㗎。今日有方同學飲杯珍珠奶茶嘅錢，如果可以換嚟翻去玩樂嘅機會，有方同學唔通你覺得影響好大咩？有方同學成本多咗一半唔叫大，咁我想問咩叫大啊？要睇翻間公司點樣去睇咯。但係我哋見到今日政府若果唔收陸路離境稅，面對緊嘅係之後面對稅收冇辦法有足夠稅基嘅時候，政府財政緊唔緊要呢？有邊間公司帳面支出多咗50%會同你講好少錢唔緊要咯？我要問翻有方啊，究竟邊間公司講嘅咧？呢個就係啲公司真係用多咗錢，有方同學反對唔到，真係講民生，即係全體點知啊講民生。呢個婆婆真係響應有方同學話北上醫牙啦，就係俾2蚊啫。有方同學收25蚊多咗成15倍嘅價錢，10倍嘅價錢，公道唔公道啊？哦，影響好大。咁問題就嚟啦，多謝各位。正方發言時間用盡。反方尚預測，所以最後各位收回成本，有方同學唔講就係講影響，但我方講影響咧，有方又講翻收回成本，所以最尾分歧就係在於影響啦。咁影響講生計多過一半，多謝各位。現在有1分鐘給予雙方作總結準備。
有請反方結辯，你有4分30秒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出計時如是。我深信呢場比賽嘅價值咧，唔止在於輸贏，因為呢度提醒緊我哋香港向緊乜嘢方向行，香港應該向乜嘢方向行。評判主席在座各位，稅咧喺香港好特別嘅，我哋會用稅去吸引一班人，就例如簡單低稅制咧，會吸引到一班外資同埋人才過嚟香港。同時間咧，我哋會用稅去推開一班人，例如煙草稅咧，希望我哋推開煙草。嗱，至於政府幾時決定應該用稅去推開人，幾時去吸引人咧，就係睇政府喺嗰個議題上面嘅方向到底係點行。所以望下而家樓市交投慘淡，想振興翻樓市咧，即使而家係財赤，政府都唔會貿然加印花稅，就係咁嘅原因。所以今日講邊境政策，最緊要確立香港喺邊境上面嘅方向向緊邊度行。但好有趣嘅整場比賽咧，雙方好早就確立咗中港融合係大方向。喺呢樣嘢確立咗嘅情況底下咧，要歸納整場比賽咧，大家不妨放低辯論員嘅身份，拋低啲辯技，嘗試做個好簡單嘅角色扮演，大家會發現成件事好滑稽嘅。你知道中港融合嘅喎？哦，我知啊，咁你又收稅？等錢使啊嘛，政府等錢使，等於你咩稅都要開嘅。哦，咁又唔係，要睇用者自付噶嘛，用者自付，免費教育又唔使你俾錢嘅。唔係，我都有俾書保費噶嘛，你冇交稅嘅咩？有，咁但係你睇下機場離境費，你又睇下酒店稅。但我哋辯題講緊陸路離境稅喎，唔好理，你同我答咗先，係咪酒店稅而家係交緊呢？在各位冇意思嘅咁樣呢個比賽，如果場比賽咁樣完嘅話，真係好唔好意思，因為生活未完，有一批人仲喺度生活緊。喺香港咧，有一班人公立醫院佢哋等唔切，私家醫院佢哋俾唔起。所以我哋選擇用大灣區嘅醫療券，俾佢哋多一個生活嘅選擇。有一批人想追夢，香港俾到經驗佢，但俾唔到機遇佢。所以我哋俾唔同人才嘅寬限政策，容許佢哋上去再追一次夢，俾多一次生活嘅選擇佢。點解政府一直以嚟對於我哋生活嘅願景係叫生活圈啊？因為圈希望我哋圓融喺一個圈子入邊咧更加融合。所以今日條辯題講咁多稅，講咁多離境咧，其實最後最根本嘅問題係問緊我哋生活啊。面對住生活呢個圈，我哋應該更加融合，定係應該割開佢哋咧？我方堅信係前者。最後我想同大家講下香港，在各位，香港咧曾經好金碧輝煌，我哋見過好金碧輝煌嘅香港，都見過財赤嘅香港，我哋見過魚翅撈飯嘅香港，都經歷過負資產嘅危機。我哋試過經濟騰飛，都試過泡沫爆破，就好似今日嘅財赤咧，以往唔係未見過。而每逢財赤嘅時候咧，總會有唔同嘅聲音同我哋講，香港係時候要改變啦。而對於我一個辯論員嚟講咧，感受係特別深嘅，因為每逢財赤嘅年度咧，大家冇發現啊，關於開稅、收稅同埋改變稅制嘅辯題咧係會特別多嘅。原因正正我相信咧，有方結辯都會講嘅就係共度時間4個字，我方好同意。共度時間嘅目的係希望我哋捉緊希望，但希望從來唔係喺你同埋我嘅手上面揸取翻嚟，希望係靠自己創造出嚟。2003年財赤比今日更加嚴重，市民比我哋而家咧更加恐慌。曾經都有一股聲音希望我哋話陸路離境稅就係香港嘅希望，但最後我哋知道香港唔需要靠陸路離境稅都可以跨到過去。原因正正係我哋知道，希望唔係喺你同埋我哋嗰度揸取，唔係反搓翻你同埋我哋收入去創造希望嘅空間。真正嘅希望係望下而家香港有幾多經濟發展，有幾多優勢，主動去捉緊去發展。放翻今日呢條辯題，面對住整個大灣區570億嘅魚塘，今日我哋面對住呢個背後咁多機遇、發展優勢嘅時候，到底我哋係咪應該捉緊呢個希望，而唔係落一條界線斷開呢個希望呢？在座各位，我方深信，只要向住呢個方向行，即使唔需要陸路離境稅，香港都可以捱過去。因為在座各位，希望唔係喺你同埋我身上面揸取翻嚟，希望係自己創造出嚟。多謝各位。反方結辯所用時間為4分20秒，冇過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正方結辯，你有4分30秒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去計時如是。試咪。
試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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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座各位大家好，大家都知道終審法院外面嘅正義女神像，蒙住雙眼係代表客觀、平等、一視同仁嘅法治精神。今日有方同我講咗好多好聽嘅説話，喺度我憐憫眾生，要我哋放佢哋一條生路。講到財赤好似攝高枕頭瞓一覺就會自然消失咁樣。有方今日自詡正義女神，有方主辯覺得開徵陸路離境稅係我方見錢開眼，搜刮民脂民膏，要為廣大市民伸張正義，出境自由天經地義，政府分毫不收先係真正嘅公義。説話就講得好好聽，但係面對住財赤日益嚴峻、稅基日益狹窄嘅問題，你哋手中嘅正義之劍已經大刀闊斧揮向一班長者同學生開刀，削減佢哋嘅津貼，係咪蒙上雙眼就可以唔使面對現實、承擔社會責任呢？有方你哋可以，但係香港政府唔得。經過一番唇槍舌劍，有方今日最關心大灣區啲廠，覺得粒糖好似粒石頭抌落深圳河，就會自我膨脹咁樣一道天擊分開，可以好似牛郎織女咁樣阻隔中港人民經商。有方對於河套區570億預計收入好心動，但忽略咗現時有財赤啊嘛！你唔拓闊稅基，錢從何來？北部都會區點起，你哋嘅願景只會化為泡影。有方今日其實唔係不知財赤實情，只不過選擇掩耳盜鈴。今日有方心知肚明，香港財回顧全場，唔難發現有方有兩大盲點。第一，有方今日明知香港財赤嚴重，心知不妙都認同要拓闊稅基，但係對香港稅基狹窄問題視而不見，遮遮掩掩。有方主辯舉出一籮筐嘅反建議，連資產增值稅、銷售稅、富人稅呢啲都講得出，唔考慮佢哋對香港對國際競爭力帶來潛在更深遠嘅影響。喺我方眼中，喺有方眼中收過路費冇問題，我方收稅同樣袋落褲袋咧就耍手兼擰頭，但係又未卜先知，咁擔心落實咗陸路離境稅之後咧會影響中港融合，原來25蚊就會影響佢哋來港經商嘅意欲。香港稅基狹窄，淨係每間公司15%利得稅就已經佔5大收入來源43%，咁係咪真係好影響佢哋嘅經商意欲呢？但係依家唔係好多外界很多反對收稅嘅聲音，就唔使收稅，唔使維持公營服務同公共福利，唔使落實利民建設。學友方話齋，佢哋翻工翻學經常多次往返中港兩地，咪更加需要用者自付，體現公平，而唔係要一班唔使用關口嘅市民去攤分成本，提升佢哋嘅生活質素。第二，對待離境稅雙重標準。大家都係北上，可以要區別對待搭飛機同陸路過關嘅離境人士，因為票價比例唔同，即係喺有方眼中能者多付係冇問題，但係情景調翻轉落嚟陸路離境稅咧，就覺得會影響民生，懲罰佢哋。你覺得陸路離境稅係一種懲罰？有方結辯攞住煙草稅同離境稅嚟類比，但係兩者設立嘅目的根本就唔一樣。煙稅係要阻止市民吸煙先會有1倍嘅煙價，離境稅都唔係要阻止你嚟去北上。為咗呢個微乎其微嘅機會，就放棄每年可以預見38億嘅可持續性稅收，放棄改革香港稅制，由得香港財政自生自滅，我方真係不敢苟同。在座各位，冇人會贊成加稅，但係港府財政赤字唔單單係政府要面對嘅困難，係全港市民都要共同面對嘅問題。庫房充裕嘅時候，大家覺得冇必要開徵新稅；庫房緊絀，想大家一齊共度時間，又唔想加重市民負擔，一直無限循環落去，稅制就冇辦法得以改善。當香港庫房真係走到窮途末路，連緊急服務都要有限度提供嘅時候，甚至停擺，又係咪真係大家想見到嘅局面呢？陸路離境稅並唔係啲乜嘢苛捐雜稅不義之財，只係我哋手中嘅天平權衡過利弊得失之後，對市民、旅客影響較細，秉持用者自付嘅原則，彰顯公平嘅方法。因此今日嘅辯題絕對成立。多謝各位。對方辯所用時間為4分13秒，冇過時無需扣分。經過一番爭辯，比賽告一段落，有請評判再席商議，亦請台上辯員到台下休息。
因為個問題係會發覺你要幫